譚振國議員。好多謝主席。首先呢，我係歡迎政府咧吸納咗諮詢期間嘅建議啦，就住專屬法例嘅立法建議咧係作出咗微調嘅，咁令到個條例咧都更加係貼地。咁啊，我認為喺諮詢期間最大嘅共識咧，其實就係支持透過專屬法例咧，為北都嘅發展拆牆鬆綁。咁啊，我都期望咧係可以盡快去立法啦，擴大，同時咧亦都創造北都嘅發展空間。咁啊，引入一啲創新嘅思維啦。咁我相信咁樣係可以吸引私人市場嘅參與，加快北都嘅發展。最重要咧係令到市民可以早日分享到發展嘅成果。咁其實我一直咧都係好關心嗰個跨境要素嘅流動，因為呢個咧先至係吸引產業落地嘅一個關鍵。咁其實上次會議咧，我都有關注到包括呢個白名單嘅制度啦，可以延伸去新田科技城啊，同埋亦都向局方係了解咗其他要素嘅落實時間表。咁都見到文件咧，其實都有提及呢一個嘅意見嘅，亦都講到咧係正同內地咧係商討緊啲細節。咁啊，我想問一問局方會唔會可以講多少少，其實而家同內地商討嗰個進度係點樣呢？咁我明白到4個要素流動之中咧，可能人員流動咧係比較容易處理一啲。咁剛剛頭先局長都答到啦，另外嘅其他嗰3個嘅要素流動咧，會以呢個附屬法例啦，咁同埋會嚟緊有試點。咁其實嗰個試點會唔會有一個優次嘅存在呢？即係因為我哋成日講緊我哋要招商引資啦，咁啊資金流咧其實係跨境安排入邊咧真係好重要。咁啊另外就係我哋北都嘅其中一個重要嘅項目就係我哋個沙嶺數據園啦。咁3年後咧就會啟用。咁其實究竟嗰個數據流嗰個跨境嘅安排，其實係咪可以配合到呢一個沙嶺數據園嘅發展呢？咁啊，我想再跟進一下，唔該主席。好，局長。好，主席，因為我哋嗰個4樓呢，我諗第一個好着緊想受惠嘅政策局就係我哋創科局做創新科技呢方面，所以我想請下張曼妮副局長回應。好，張副局。好，多謝主席，亦都多謝譚議員。其實上次都有回應過譚議員嘅提問啦，同埋都多謝議員嘅意見。咁有好多都今次亦都吸納咗嘅。咁就住議員關注4樓咧，人流就大家都好清楚啦。咁我哋其實好快咧，亦都會隨住個主體法例咧，就有個附屬法例啦。咁上次亦都有介紹過，我哋而家喺人流入邊嗰個白名單個制度，最主要係規範喺兩地園區頻繁往返嘅有業務往來嘅人員啦，咁我哋就傾向係納入去，個時間表亦都比較清晰。咁而另外咧，其實係就住個數據同埋物資流咧，其實我哋而家係密鑼緊鼓咁樣咧，同緊深圳方面呢，亦都係有關咧同國家部委去到密切洽談當中嘅，咁係有進展嘅。咁其實我哋港深啦兩地政府咧，我哋其實早前就已經向國家個部委，我哋聯合提交咗一份嘅聯合實施嘅方案，亦都有一定嘅進展嘅。咁亦都啱啱其實喺上個星期啦，即係夏寶龍主任亦都係親自去到河套園區去考察同埋指導。咁按我哋目前最新嘅討論呢，而家我哋做緊一系列嘅工作，包括呢其實我哋香港嘅園區、深圳嘅園區呢，都因應已經進駐咗嘅嗰啲企業呢。咁我哋而家其實係收集緊呢佢哋對於一啲數據啦，同埋生物樣本跨境嘅嗰啲數量同埋種類，譬如係有牽涉到邊一啲嘅敏感數據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人類遺傳資源係乜嘢範疇。咁我哋咧期望爭取喺今年呢，我哋盡快咧就去就住一啲實際嘅應用場景，開始一啲嘅試行嘅試點項目嘅。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就住有呢個試行咧，就可以測試到咧有一啲機制上面嘅流程，譬如係需要提交有啲乜嘢類型嘅資料證明啦，內地出境嘅嗰個安排啦，同埋我哋而家接收咗數據之後嗰啲處理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其實係行住呢一步係有一個好大嘅進展，希望爭取咧今年會有一個咁樣嘅試點嘅。咁亦都咧呢個就係頭先就語言咁講，係爭取一啲俾佢哋已經落咗戶嘅園區嘅企業嚇。咁我哋針對邊啲行業行先、產業行先呢，我哋都有一個優次。另外咧喺個資金流上面呢，其實亦都係我哋一直好關注，因此就住呢一方面呢，亦都係一直同有關內地嘅部委啦去到積極去商討嘅嚇。多謝主席。